别这样，哎，真的，怎么回事？别，不是啊，我是因为摄影，因为我这边练摄影机，它怎么慢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需要我说这个，需要，我就给。接水就行了是吧？就是我们不行的，就上来，动作太碎了，一举，动作太碎。好恐怖啊！真的好恐怖。今天还好，之前是只要一过9点，我天天晚上在房间里面睡觉。对，特别是巨小，像打仗一样。而且是每天晚上，白天连雨都不下。没换车啊？对，巨长。我以为外面漏电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有一个窗户缝一直在闪，有一天晚上闪的跟蹦迪似的。